人在鱼池边看着自己的骄傲。变种龙的繁殖第一批出来的话，那一批从小到大都很仔细的给它照顾，然后有时候在中间养的过程有死掉1、2条，心都很痛啊。这是他从钓鱼品系培育出的最新鱼种，所以它身上的颜色会决定它的价钱吗？对，它造型，比方说这个一条是1500块的话，那个红色的可以卖到3000块。因为雄性激素，鱼头上凸起的一大块也是卖点，有着美丽称号，取名神仙美人。因为我们为什么叫它美人鱼呢？因为它的那个形态，它的身体跟我们的头的脸型一模一样，然后它那个尾部啦，还有它那个身段，它就很像穿着一件很迷人那个外那个薄纱一样的。那它的游动，在我们的眼里看到它就是很多鱼种，像那个龙鱼、斗鱼、孔雀鱼，还有一些鲤鱼所谓观赏的那个角度来看，它就是属于比较综合体的一种鱼。爱鱼的陈慧琼看鱼的表情，仿佛看到孩子的笑靥，有点懂了为何大家叫他水族界老顽童，花人生大半岁月培养新的鱼种，开水族馆，圆年少爱到河畔看鱼的梦。所以这些年你花了很多心力在培育新的品种。是的。你有没有送周洋？为什么想做这个？亚黑矮青蒿鸡。老板说亚黑矮青蒿鸡，这是我的兴趣。鱼的世界深深吸引着陈慧琼，而她也以全心投入当作回馈。新培养的鱼种在台湾在观赏鱼类拿到了比赛的冠军，进一步到了新加坡参展，吸引了国际的目光。陈慧琼说自己不是生意人，她是个玩家，但是时时刻刻希望玩出台湾水族业的新活力。用杯上周亚，亚黑矮青蒿鸡。用杯上周亚，亚黑矮青蒿鸡。